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6年的1月2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5篇，申命记16章18节到20节，彼得前书第3章第8节到1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看顾义人。在出埃及当中，那一位对摩西提出疑问，就问到说，是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这是在出埃及记当中非常明确的一个职务，是上帝所设立来做他的仆人，来带领以色列人，以及用公义来审判以色列人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也是摩西受呼召的职务，他成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首领，并且为了以色列人彼此之间的纷争呢，来当起了审判官。我们在出埃及记18章13节到26节当中看到了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对于他的管理提出了更有效率的建议，就是将审判权下放，设立更多的审判官来帮助摩西管理以色列人。同样的，我们也在申命记16章18节到20节的经文也看到，你们要从各支族中为上主你们的上帝所赐给你们的城镇委派审判官和其他官员。这些人必须以公平审判人民，要公正无私，不滥用职权，不可以接受贿赂，因为贿赂会使明理的人盲目，使公正的人颠倒是非。你们要公平正直的执法，这样你们就能够拥有上主你们上帝所要赐给你们的土地，长久住在那里。彼得的书信劝勉基督徒应当要同心同情，要相爱如同兄弟姐妹，因为这是基督徒受呼召的一个职责，要彼此相爱，要互相祝福。对于那一些对我们不好的人，更要以祝福来回报，因为有时候这些不礼貌的行为或是言语，其实并不代表任何的意义，很可能是对方的成长、生活环境的影响，也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只像刺猬一样，为了要保护自己，为了要掩饰自己的心虚、害怕，以及保护自己的面子。上个礼拜六，牧师在教会的工地准备要工作因为一辆货车挡住了我工作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就上车移动了车子。那个工人就冲着我开骂了其实我当时并不以为意了就移好了车子之后，我就开始了我自己的工作。昨天我在工地又遇到这位工人在工作，他在一旁就观察着我，看我自己去铲沙子、搬水泥，开始用手工调制我需要的这个水泥沙。另外呢，另外一位工地主任的助手也看到了，他马上就拿出电动的搅拌器给我使用。后来这一位工人就看到了，然后就过来说牧师，你要水泥砂浆你就跟我讲，我可以分你啊，我调的一定是好料的。我就谢谢他，并且说我把我调好的这一些用完再来跟你要。结果呢，他二话不说，就拿起刚刚工地主任的助手借给我的工具，就帮我手动的调制我要的比例的这个水泥砂浆。其实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心地是很好的，只不过是上一次应该是他碰到临时的状况，手足无措而本能的反应而已彼得前书第3章第8节到12节提醒
这个提醒真的是非常重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必须要注意的。要以祝福的心来回应所有的人，即便是他们对你不好。这是基督徒的呼召，而且是我们知道上帝在看着我们，因为他看顾义人。总括来说，你们要同心，互相同情，亲爱如手足，以仁慈谦让相待，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相反的，要以祝福回报。因为上帝呼召你们的目的是要赐福给你们，正像圣经所说的，谁要享受人生的乐趣，希望过好日子，就得禁止舌头说坏话，禁止嘴唇撒谎。他应该是避恶行善，一心追求和平，因为主看顾义人，垂听他们的祷告，但他要向作恶的人变脸。诗篇15篇，上主啊，谁可进入你的圣殿？谁可居住你圣山的其安？就是行为正直，凡事顺服上帝的人。他说话诚实，不毁谤人，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不造谣重伤邻居。他轻视犯罪作恶的人，尊重敬畏上主的人。他不惜因履行诺言吃亏，他借钱给人，不索取利息，也不受贿赂来陷害无辜。做这样的事的人永不失败。感谢主呼召我们成为你的仆人，恳求主帮助我们学习成为一位愿意与上主同行的公义同行，以和平相待，以祝福来回应，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样的一个义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